我叫黃文偉，係一名註冊中醫師，同時係一個資深嘅交通迷。中意鐵路係源自於我細個咁住喺新界地區，咁有時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出市區去玩或者去遊覽嘅。咁好多時會搭火車啦，即係而家嘅東鐵線啦。咁喺搭嘅過程之中，咁亦都發現咗可能每個列車會有少少嘅分別，或者每一卡其實可能對座位嘅編排亦都有個分別嘅時候，咁慢慢就會去了解同埋鑽研，咁之後就對鐵路或者其他交通工具會有一個興趣喺度。除咗香港啦，咁內地有唔同嘅城市嘅，咁例如最近可能比較方便嘅深圳啊、廣州、東莞、惠州、大灣區嘅唔同城市啦，仲有遠啲嘅，可能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去到天津啊，或者長春。嗰度我哋都會去遊旅行嘅時候，都會順便會揾一啲鐵路嘅景點啊，或者打卡嘅位置。咁如果外國嘅話，咁我最記得就印象比較深刻就係朝鮮啦。朝鮮嘅鐵路啦，咁好深印象嗰陣時係2016年嘅夏天度，咁當時係搭火車去朝鮮嘅，中國嘅丹東市嗰邊。咁坐火車出發，咁當時嘅列車咧，其實係中國同埋朝鮮方面一齊合作嘅一條國際嘅鐵路路線，要經過旅行團啦，先可以係坐到嗰一班列車。咁去到朝鮮嘅平壤之後，我哋都有坐佢哋嘅地鐵。當時嘅列車就比較係古典係啦，亦都最深刻印象就會係有佢哋領導人之前嘅相片喺度啦，係啦，同埋佢哋車站同埋個月台嘅設計都比較係古典，亦都有好多壁畫啊，同埋一啲拱門嘅建築，咁即係令到我哋都非常覺得係好特別嘅。咁透過中意鐵路呢方面嘅興趣，就會認識更多我哋一啲細微嘅事物。每架高鐵細分亦都有唔同嘅型號，咁型號再下面再分唔同嘅型號嘅。咁呢樣嘢其實對我哋增加翻我哋觀察嘅能力，亦都喺中意鐵路嘅過程，亦都認識咗唔少朋友嘅。佢哋都會願意分享唔同嘅鐵路嘅景點，咁俾我哋去遊覽。咁最深刻咧就係最近一次啦，咁我同一個飛機迷嘅朋友，咁大家相約一齊去北京去揾幾架飛機嘅，咁嗰幾架飛機係屬於中國國際航空，即係國航嘅747、48嘅系列嘅型號。呢3架飛機今年嘅9月會退役，咁所以趁住呢個大家有一個空閒嘅時間，咁就決定喺去北京係尋找翻呢3架飛機，咁亦都好彩俾我哋喺北京揾齊3架。3月、4月嘅時候，我就去澳洲嘅悉尼旅行啦。其中一個博物館就係叫做 Sydney Bus Museum， 即係悉尼嘅巴士博物館。咁佢哋其實收藏咗3部香港嘅巴士嘅。咁佢哋亦都唔單止係一個博物館嘅展品，亦都會係行走出嚟接駁當博物館開放日嘅時候，就接駁市民啦同埋遊客咧喺市區來往博物館嘅一啲路線。咁呢樣嘢其實令到我啟發咗好多，就係香港其實每年都有唔少嘅退役嘅巴士，有部分亦都喺我哋巴士迷嚟講係好有價值嘅。咁亦都可以透過一個博物館嘅形式，可以收藏一啲比較特別嘅型號嘅巴士。同時如果佢哋能夠係好似 Sydney Bus Museum嘅一個做法，令到一啲舊嘅巴士可以出嚟運作嘅話，巴士唔單止係一個展品，亦都可以俾其他人更加深去認識到，或者係上一輩嘅人
會坐翻，會有更加特別嘅回憶。佢哋亦都會同下一代嘅人會分享翻